2日1夜玩轉珠海長隆，跟我去晒2大樂園睇下邊個啱你玩。第一日就衝去飛船樂園，先玩深海潛艇，整個樂園都全室內，打風落雨都唔驚啊！有好多刺激嘅機動遊戲，挑戰你膽量同勇氣，可以輕鬆坐海洋單軌車高空睇表演。啱小朋友嘅遊戲都有好多，揸下車玩下水。細佬最中意呢個高空射擊，大人細路都啱玩啊！玩到攰就去睇下海洋動物，超震撼！見到虎鯨一家，一樓少人啲，可以慢慢打卡，影到好多靚相㗎。必睇虎鯨科普 show， 學習虎鯨知識，仲見到佢哋跳水游水，好開心。第2日衝去海洋王國，成千上萬嘅魚等緊我哋，點少得鯨鯊超大條啊！姐姐好中意互動海底船，喺另一個角度欣賞海洋世界，真係有好多動物，白鯨好可愛，熱帶魚缸就超級靚，棕熊好餵食，連北極熊都睇得到，仲有好多少見又可愛嘅動物啊！有姐姐最愛嘅中華白海豚。海洋王國唔止睇動物，仲有好多戶外嘅機動遊戲。你中意玩濕身嘅，定係有離心力嘅？幾多歲都有嘢啱玩，仲有好多地方影到靚相。夜晚8點仲會有煙花睇。今次3代同堂輕鬆遊，午餐同晚餐都喺樂園裏面嘅餐廳度食，有好多食物選擇。酒店嘅自助餐好豐富，有好多嘢食揀。我哋就住飛船酒店，呢間雙床房啱晒我哋，仲好可愛。廁所嘅設施都好啱小朋友。如果需要文字攻略，記得留言啦。